各位粉絲們，你哋好啊！歡迎大家再次收睇朱義盛生活百科，嚟到今日嘅晨早快閃時段。咁今日咧要介紹第一隻推介咧係一隻舊裝嘅 New Old Stock， 呢一隻係 Seiko 5舊裝盾牌。舊裝盾牌咧句 slogan 記唔記得？買一隻少一隻啊，絕對係買一隻少一隻㗎。咁幾年前我記得咧，成日同標迷咁樣講嘅時候咧，標迷都話：都唔係真嘅，見你幾個月又有，呢2個月又有，3個月又有。由以前過往嘅700幾蚊賣到800幾蚊，過往講緊唔係好耐嘅時間，講緊幾年嘅時間嚇，3幾年嘅時間。由700幾蚊到800幾蚊，到900幾蚊，到1000蚊，甚至乎而家市面上面基本上要1200、3蚊先至揾得到，仲要揾唔齊款嘅。我相信個價錢只會越嚟越高啊，因為真係停咗產㗎啦。咁今日咧，Yan店長咧為大家爭取咗個超級福利價，呢隻咧仲要係比較罕見嘅，搭載咗經典嘅 7S26 機芯21石嘅，咁採用咗白色嘅標盤設計，非常清晰易睇嘅，再用上咗自釘嘅阿拉伯數目字，一齊睇睇呢隻銀色嘅不鏽鋼，一隻Seiko 5舊裝盾牌。呢隻舊裝盾牌咧係白面配搭咗銀色嘅一個index， 跟住再加上咗阿拉伯數目字配搭，銀色嘅不鏽鋼光身標圈配搭咗37mm 嘅標徑，標帶咧就做咗一體連成式標帶，冇耳冚嘅設計，標冠嘅位置擺4時位置，而日曆槍並排喺星期日曆槍並排3時位置嘅。好啦，一齊睇睇呢隻舊裝五仔盾牌先。show 俾大家睇下。呢一隻咧係一隻比較罕見嘅款式啦，比較少見嘅款式啦，市場上面咧都唔輕易揾得到啦呢隻款式。咁37mm嘅標徑啦復古嘅細標徑，再加上咗金屬嘅條釘刻度啦你見到金屬嘅一個自釘嘅刻度嘅。咁而佢嘅標殼嘅位置咧就採用咗 316L 嘅不鏽鋼外殼，咁配搭咗咧呢個不鏽鋼標帶，配搭咗不鏽鋼嘅一個標殼設計。標冠嘅位置咧頭先講過啦，喺4時位置嚟嘅。咁一體連成式設計啦，無耳冚嘅。戴上去嘅好處就係比較貼手，而標帶方面咧厚身紮實嘅，但係用上咗鋼片帶呢個咧就係拉絲間咗2行光身嘅。拉絲間咗2行光身嘅，而標扣嘅位置咧就採用咗一個保險掩製嘅標扣，上面有翻雖然短身扣啫，上面有翻3粒窿2粒微調位嘅。咁呢度亦都有翻 Seiko 5嘅盾牌喺度有翻個盾牌 logo 喺度嘅。好啦，撳掣打開咗咧，做咗光身嘅駁橋，睇埋個標底先。標底咧就做咗一個螺旋式鎖嘅一個透視底蓋啦咁上面咧 show 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呢度咧寫住咗 stainless steel 寫住咗 7S26 嘅機芯咁寫住咗呢個係21石21石嘅。個膠貼都仲喺度呢個膠貼咧我等搣開少少俾大家睇下嘅，個膠貼都仲喺度嘅咁呢個底貼啦再加上咗呢個透視嘅底蓋啦，增強咗成隻錶嘅可觀性。時分針係帶有夜光嘅，刻度後面嘅點點咧都有夜光嘅。一齊睇下佢舊裝 NOS 會唔會有光衰先時分針加埋刻度嘅點點。精工嘅夜光咧一向都係世界級見稱嘅，而呢個夜光咧非常之光亮極之光亮嘅狀態時分秒針都好光亮嘅。好啦，6時位置咧就寫住咗21石 automatic 嘅，星期日曆槍咧有星期槍有羅馬字同英文字交替一齊睇睇係咪7S 機芯咧就係一個咧 shake 自動上鏈嘅機械機芯嚟嘅，冇得手動上鏈，亦都冇停秒功能，係一隻舊裝嘅自動上鏈嘅機械機芯。之所以叫 Seiko 5咧舊裝五仔盾牌咧，星曆5號咧，星曆5號就係星期加日曆啦5號仔嘅盾牌啦，俾咗花名佢叫星曆5號嘅當時。咁至於點解叫精工五仔咧？就係因為咧手錶咧係包含咗5大元素第一大元素咧就係佢防水性能啦，去做翻生活防水嘅。咁當時嘅年代咧，唔係隻錶都做防水嘅。咁呢個做咗生活防水。第二個元素咧就係咧佢有自動嘅上鏈自動嘅機械上鏈。因為當時咧主流咧都係手動上鏈機芯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有自動上鏈嘅機芯。咁第3咧就係咧佢有星期顯示。第4咧就係佢有呢個日期顯示。第5就係佢嘅耐用度佢耐用見稱嘅。咁而呢隻就係舊裝五仔盾牌星曆5號嘅原意啦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啦，呢隻手錶咧講緊咧係
校到6點零鐘附近嘅位置啦，我哋剔起半格，我哋校嗰個星期日曆槍啦。半格我哋向下轉動，校星期；校英文就跳英文嘅，校羅馬字就跳羅馬字。好啦，向上轉動，校日曆，輕微突突聲，一格格跳。嗱，哪怕而家天氣咁唔穩定啊，咁啊夜晚啊琴晚夜晚就停咗雨啦嚇，今朝咧又有翻啲雨喎，有翻啲雨水喎。咁啊嗱，唔緊要嚇，因為呢隻錶係做咗防水嘅，洗手落雨都冇問題啊。好啦，成隻錶講緊總重量幾多咧？37M 嘅復古細錶徑，完全切合咗咧呢2年啊對手錶嘅審美眼光嚇，都係縮細嘅錶徑嘅。好啦，試下磅一磅嘅重量，再度個錶徑俾大家睇下，同埋咧想俾大家睇下個金屬嘅一個阿拉伯數目字啊，咁好飽滿又有金屬嘅阿拉伯數目字，好有質感，好立體嘅。好啦，呢隻錶總重量幾多咧？舊裝五仔盾牌啦，機械錶。好啦，總重量咧講係120個 gram， 嗱唔算太過重身嘅，一嚟佢細隻啦，二嚟咧舊裝盾牌唔算話好重身，唔似而家啲 Diving Watch 咁嘅，係120個 gram 嘅。好啦，至於直徑方面咧，想度埋俾大家睇睇。嗱，直徑方面咧就去到講緊係37.1M 啦，37M 咁上下。厚度方面咧講緊係10.6mm 嘅厚度，嚇甩到甩咧就去到講係45左右嘅。好啦，試下戴上去咧呢個豬柳彈14.8cm手腕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如果你中意復古細錶徑嘅，你中意儲呢啲舊裝五仔嘅潮流嘅話咧，呢一隻就啱晒你啊！咁啊舊裝五仔盾牌，再加上咗呢個阿拉伯數目字，無耳冚嘅一體連成式錶帶，非常之貼手啊！咁啊戴上手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知道我想講咩㗎啦嚇，完全冇虛位嘅嚇，個錶殼連接住條錶帶啦嚇，完全冇虛位嘅。好啦，嗱呢隻就係舊裝嘅星力5號嚇，舊裝盾牌嚇，買一隻少一隻。咁啊超級筍價嗱，礦物玻璃錶面，再加上咗 mechanical 嘅7S 機芯嚇，經典嘅停產款，咁啊超級筍價880蚊，係啦，880蚊嚇，880。咁如果中意呢隻錶嘅你，心動嘅你唔好猶豫啦。嗱，有翻吊牌，有翻原裝精工錶盒，有翻咧朱義盛生活百貨嘅收據，1年保用嘅，講緊係。咁啊夜光咧，仲要係咧冇光衰啊，完全咧係極之光亮嘅狀態啊。夜晚絕對易於清晰讀時嘅。咁最後咧俾多次嘅夜光大家睇下嚇。夜晚咧如果真係要讀時嘅時候咧，譬如你翻夜班工作又好，或者你夜晚可能起身去屙夜尿都好啦，絕對冇問題啊，都係清晰易睇啊，好清晰可以睇到時間嘅。咁希望你中意我嘅推介啦，我哋下集見啦。我心動你盡快揾我啦，拜拜。得一隻㗎咋，千祈唔好猶豫。